记不起来，我不知道怎么记他的歌词。对呀、嗯，他就在台上，他大声唱，我们在旁边就跟着和了。OK 了，好了。这是第二堂了吧？他没有，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今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日是感恩节，咱的感恩节的主日。特别今日也是咱的福音主日。咱们邀请周牧师、介牧师娘伫早起的敬拜中间，要甲咱做伙分享。这是含伫咱欢喜、含伫咱感恩的代志。伫圣经也讲，咱着爱学咱的上帝。咱着爱信靠伊、仰望伊。第4篇28篇第7节讲：耶和华是我的气力，也是我的盾牌。我的心倚靠伊，我就要得到翻转。所以我的心大欢喜。我要用我的诗歌，咱来学到伊。咱用咱生命的诗歌，用咱的嘴，用咱全心全人来到上帝圣殿内底。圣殿内，咱就是要来学到伊，所以这时邀请所有兄弟姊妹，咱献上学乐，伫上帝面前，献上一切的感谢伫上帝面前，咱开声来为着上帝，咱来学到伊，咱来感谢伊，咱开声来祈祷。海主耶，阮感谢你的恩典满满，感谢你伫阮生命中间奇妙的作为。主，阮清早来到这所在，就是要来学到你，要来敬拜你。愿上帝你圣心甲阮提地，帮助阮，互阮早起伫你面前所摆列，这一切敬拜，是咱诚侪芳芳的祭献到你的面前。特别伫清早的时阵，阮聚集这个所在，我用祈祷，献上感谢，献上恳求，愿上帝你开阮的心门，你换命话就进入阮的内底。互阮伫阮心内，就唱出学乐的诗歌，就献上一切敬拜伫你的面前。荣耀的天父，亲爱主耶稣基督，真理的保惠师、圣神、三位一体的上帝，我要感谢你。我要伫你的面前，要来献上学乐。特别今仔日是感恩节，搁一遍我要将阮过去领受上帝你大的恩典，伫阮的生命中间奇妙的作为，我要献上感谢。感谢你赐予阮水的地球，互阮有通呼吸的空气，也有温暖的太阳，也有雨水来滋润这个土地，也互阮食物拢得到丰盛。我要献上感谢。我嘛要为着你为阮陪伴伫面前这个教会，互阮有团契生活，互阮有兄弟姊妹互相来相听的这款的生活，我们献上感谢。恳上帝你透过阮早起伫你面前的敬拜，搁一遍体会上帝你是阮通倚靠的上帝，你是永远疼阮的上帝。阮伫你面前安尼献上一切感谢甲学乐，拢是要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来唱一首诗歌。咱的主是咱所敬慕，也是咱所爱的主。你是我心所敬慕，你是我心所爱。伫我生命中只有你，是我所爱我主。你是我心所敬慕，你是我心所敬慕，你是我心所爱。伫我生命中只有你，是我所爱我主。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多多爱你，深深爱你。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多多爱你，我主。你是我心所敬慕，你是我心所敬慕，
你是我心所爱，你我生命中只有你，是我所爱我主，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多多爱你，深深爱你，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多多爱你，我主，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多多爱你，深深爱你，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多多爱你，我主。搁一遍讲，我要永远爱你，耶稣。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多多爱你，深深爱你，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多多爱你，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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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今日是感恩节，咱有几段的祈祷，咱来献上感恩。头一个，咱为着尊严上帝，咱来感恩来做祈祷。诗篇139篇第10讲：主啊，你深知我坐落去，我爬起来，你拢知。你对远远都知我的念头。上帝捌咱每一个人，无论咱爬起来，咱坐落去，上帝拢知影。咱爱用安尼来感谢咱的上帝，因为伊是知咱的上帝。第二位圣经耶利米书31章第30讲：我用永远的听你，因为安尼我要用慈爱来牵咱的手。哦，这是偌尼滴，互咱通安心、通欢喜、通献上感谢的代志。因为伊永远听咱，伊永远跟咱伫地，伊永远用伊的慈爱要牵咱的手。所以这是看伫咱来感谢、来学乐、来献上敬拜伫上帝面前。所以今日是感恩节，咱头一项，咱来感谢咱的上帝，因为伊伫咱的生命中间，真做咱的快乐，真做咱的帮赞。伊知影咱一切念头，伊用伊的慈爱来牵咱的手来行头前的路。所以咱开声来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奇妙的恩典，甲疼痛，牵咱的手行头前的路。所以咱开声来感谢，还要我感谢你的恩典。哦，感谢你伫阮生命中间，你真做阮的快乐，真做阮的帮赞，真做阮我靠的主。哦，主啊，阮坐落去，阮爬起来，你拢完全了解阮的念头，阮的心思意念，你完全拢了解。哦，你知影阮头前要行的路站是安怎？你会用你的慈爱来牵阮的手，我要安尼来献上感谢，献上阿多。哦，主啊，你是奇妙大权能的上帝。你是迄位有慈爱、有恩典、有怜悯，阁无快受气的上帝。你的听永远无摇动，你听阮的祈祷，你伫阮的生命中间，你真做阮的帮赞。你有你美好计划伫阮的生命中间，因为你是阮一切平安甲喜乐的源头。我要安尼来献上感谢，甲献上阿乐。主啊，阮每一工拢是你赐予阮通行落去，互阮。搁活落去，互阮搁会当伫生命地面上，会当见证上帝你听的这个恩典的主。所以，阮每一日拢要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哦，主啊，恳上帝，你这时阵也用你的宝血来洗净阮生命的罪。阮常常离开上帝你，阮常常毋知影要安怎行上帝你所喜爱的道路，常常互世上一切的迷惑来羁绊。常常互幸福伫魔鬼的权势内底。主啊，恳上帝，这时阵赐予你下侪的恩典，
用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清阮一切的污秽，互阮搁一遍会当甲上帝你恢复美好的关系。特别今日是感恩节，恳上帝你帮助阮，互阮知影要安怎来献上一切感恩。因为伫阮的生命中间，上大爱感恩的代志，就是上帝你真做阮生命的主。我要献上一切感恩伫你的面前。阮正向的姊妹开声，拢要学乐你，要来感谢你，要来敬拜你。恳上帝你垂听阮的恳求甲祈祷，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求。阿门。第二个，咱要来感谢的代志，咱将咱伫咱的生命中间拥有济济的祝福。咱若回想咱过去，咱所行过的路，上帝所赐予咱的丰盛是偌尼之济。所以今仔日感恩节，咱伫上帝面前，咱来为着上帝为咱备办这美好的丰盛的生命，济济祝福，咱来献上感恩，感谢上帝供应咱一切所需要。伫腓立比书第4章19节讲，故我的上帝要照伊荣光的富有，伫基督耶稣补足咱一切所欠缺的。咱一切所欠缺，上帝完全了解。伊伫咱需要时阵，伊就来赐落这款的丰盛，赐落这款咱所需要的，互咱。咱爱献上感谢。特别伫过去这2-3冬，咱受到疫情实际的捆绑。咱有足侪惊吓，咱有足侪无平安，咱有足侪无自由。总是上帝伊一步一步牵咱的手行到这个所在。我想伫想，咱这个时阵，咱会当坐伫遮安稳，遮敬拜上帝。真正经是爱学咱的上帝，感谢咱的上帝。特别也感谢上帝会当互咱的政府官员有智慧。咱伫今年的3-4月时阵，政府决定讲，咱要疫情要含伊做伙来共存。当然这是真大的挑战。咱也知影，这过去这几个月，咱的得到这款的病的人数非常的多。即摆加要将近800-900万人。不过咱回想，这是上帝美好的计划。准讲咱也伫去年，咱就开始安尼阵，迄个病毒是非常的强，咱可能较侪兄弟姊妹丧失性命。伫今年才开放，病毒的攻击力攻击力非常的低。虽然咱介侪人得病，不过咱也介侪人拢平安。当然，咱嘛爱知影有一寡人因为安尼来丧失性命。对比咱对岸的中国，到即马搁伫封锁，百姓生活无自由。当咱会当坐伫这所在来献上感谢、献上阿乐的时阵，咱会当自由伫这所在来敬拜上帝。咱会当伫咱的生活中间无受到济的阻碍，咱都爱献上感谢。所以这时阵，我邀请兄弟姊妹为着咱领受这款济祝福，咱来献上感谢，献上阿乐。特别感恩这时阵，特别有意义。所以这时阵邀请兄弟姊妹，为着上帝为咱陪伴这个丰盛的生命，引带咱头前的路，引带咱过去所面对的困难，带咱一步一步行到这个所在，咱来献上感谢，献上阿乐。咱开声来祈祷。主啊，你是信实的上帝，主啊，你是公义的上帝。你伫阮的生命中间，你就是为阮来扶庇，互阮所欠缺的所需要的，你拢补足互阮，因为你是赐福互阮的上帝。你所享受的福气是超过阮所想所求的。我要安尼来献上感谢，我要安尼来献上阿乐。主啊，你是信实又所慷慨的上帝。你伫阮的生命中间，你所赐落的福气是遐尼的多。我要来逐工就是来阿乐来感谢你。也互阮知影要安怎来常常去领受上帝你的祝福，了后来回应上帝你伫阮生命中间的迄款的奇妙的作为，常常知影要安怎来回应上帝你所赐落的这祝福。主啊，恳求上帝你伫阮生命中间，当这个美好的工，改变阮的心，改变阮
所领受你的福气，毋知影要怎分享的心，也互阮知影要安怎伫迄个感恩节的节期的中间，回想上帝你所赏赐福气，也愿意来分享出去。特别阮过去这2-3个月，阮的福音的时间伫推展，感谢上帝你会当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有迄款传福音的热情。领受上帝你无限的祝福的时阵，也愿意来分享这个祝福给这的无道友，这的贝斯特。今仔日也有一个无道友贝斯特要来到阮中间，感谢上帝帮助阮，互阮知影要安怎用喜乐的心来分享上帝听伫因的面前。伫感恩节时阵，我要献上一切感谢甲懊恼，感谢上帝你的丰盛，感谢上帝你的富有。感谢上帝，你伫阮生命中间的这祝福甲作为，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上尾一咱来感谢上帝，咱常常咱领受上帝恩典，咱拢毋知影要怎感谢，所以这时阵要咱向上帝来恳求，恳求上帝，互咱有一粒感恩的心。每一天每一项代志，拢有上帝美好的作为。无论顺境，无论逆境，拢有上帝美好的作为，所以咱就爱用感谢来回应。所以，恳求上帝，互咱赐落一个敏感的心，知影每一项代志，咱来献上感谢。伫歌罗西书第4章第10讲，就爱常常专务来祈祷，祈祷的时，就爱警醒来感谢。咱的祈祷毋是讲一直恳求，一直恳求，咱祈祷是爱献上感谢。伫感谢中间，上帝都赐落伊迄个无限的稳定甲改变，伫咱的生命中间，上帝了解咱心所想的，伊一定会照咱所需要的来改变咱，来赐福互咱。咱毋免开嘴恳求，上帝已经知影咱所需要的，咱只要献上感谢就好。所以这时阵，咱为着咱家己有一个感谢、感恩的这个敏感的心，来恳求上帝帮助咱。赐落这款的敏感的心伫咱的心内底，互咱每一天所面对每一项代志，拢会当愿意来献上感谢。所以咱开声，为着这款的恩典、这款的恩赐、这款的感恩的恩赐，咱来献上恳求。主啊，恳求上帝你来常常来提醒阮，互阮会当来用感恩用懊恼来到上帝你的面前，互阮知影要安怎来开阮的心，看见上帝你伫阮生命中咱奇妙的作为。主啊，阮实在是望会当拥有一粒感恩的心，恳求上帝帮助阮，开阮的心目，互阮看见所有会当感恩的代志，互阮伫每一天的生活中间，拢看见你祝福的恩典、祝福的代志，互阮每一天拢会当向你献上感谢。无论顺境，无论逆境，阮确信拢有上帝的美好的心意伫咧中间，所以阮顺境要学到上帝。阮逆境也有要感谢上帝，恳求上帝帮助阮，互阮有一款的敏感的心，赐落这款敏感的心，互阮伫感恩节时阵会当领受这款的感恩，互阮过来一当，逐工拢会当来感恩上帝，感谢上帝，学乐上帝。哈利路亚！感谢上帝，阮兄弟姊妹这所在，陪伴阮的心来调记你，恳求上帝你用你的听来听阮。我来用阮的生命来听主，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你是我心所羡慕，你是我心所爱。伫我的生命中，只有你是你我所爱，我主。你是我心所羡慕。你是我心所爱，伫我生命中只有你，是我所爱我主。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多多爱你，深深爱你。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多多爱你，我主。我要永远爱你，耶稣，
爱你我主，多多爱你我主，多多爱你我主，多多爱你我主。最后，咱来为着今日的主日礼拜，咱献上祈祷。咱头前为着今日参与礼拜，兄弟姊妹有较无的心来调见上帝，咱来祈祷。特别为着今日头一摆来参加咱聚会，这贝斯特跟这无导友，咱献上恳求，互上帝今日的救恩，今日的恩典，啊，今日这个听的信息，对咱进入啊，这无导友的心内。第二，咱为着今日服侍啊的同工。为着咱礼拜的定数来，顺利来献上祈祷。特别咱有看到今仔日要甲咱献诗的伊莎牧区的资深美女哈，甲资深帅哥哈，咱看到因遮有备好因的心，有备好因的歌后要来带来敬拜上帝。咱为着因的服侍，咱献上感谢，献上恳求。第三，为着今仔日要伫这所来分享做牧师哈，甲。牧师娘吼，帮牧师娘吼，伊早起要伫这所来分享上帝的听，甲见证上帝因生命中间的作为，要分享因所领受的伫咱中间。虽然为着早起这牧师甲牧师娘夫妇吼，两个所要分享的信息，咱献上恳求，献上祈祷。咱开声为着早起主日的礼拜，咱开声来祈祷。海瑞啊，主啊，阮感谢上帝，你的恩典满满，互阮早起会当组织这所在来敬拜你。哦，主，恳上帝你帮助阮，互阮早起会当伫这段领受上帝你奇妙的恩典。你设立宝座这个所在，互阮早起所做一切拢会当献上香香的祭到上帝你的面前。哦，主啊，阮要献上一切懊恼，献上一切感谢，特别为着阮的讲员做牧师甲帮牧师娘献上祈祷，恳上帝当伫因。所分享的信息中间，互阮会当听见上帝伫阮生命中间迄款奇妙的作为，也互阮知影要安怎来回应上帝你伫阮生命中间的听。哦，主，感谢你，献上懊恼，献上感谢。今仔主要所祈祷，今仔是感恩节，阮正确的姊妹住伫这所在，设立这段来敬拜你，也恳上帝你将你的宝座。安立伫这所在，你临在伫阮中间，阮欢迎圣神临在伫阮中间，帮助阮早起的敬拜，成做一个荣耀的敬拜，也看见上帝你的荣耀彰显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主啊，阮为着后壁到阮中间来，家己姊妹献上祈祷，恳上帝你保守因的脚步，会当紧紧进入这个圣殿，做伙含阮做伙伫这所来敬拜你，做伙伫这所来领受上帝你奇妙的作为伫阮的生命中间，我要献上恳求，献上懊恼。主啊，恳上帝你这时阵将你的灵运行伫阮中间，互阮专一心志注目伫上帝你的心中，互阮早起敬拜诚做香香的祭，诚做荣耀的敬拜伫你的面前。安尼感谢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咱甲咱隔壁厝边兄弟姊妹讲，上帝听你，我也听你。请咱起立来吟这诗歌，天父恩典真正大。请咱起立来吟这诗歌。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在运转，无论风雨也变静，伊用来作伴。咱着所生伊的恩，伊你永无存。在世间咱变正欢喜，欢乐的无比。伊的海里传，无人阮的拢无散。对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哩大，咱着路为啥忍心？三个欢喜，天父恩典真正大，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在运转，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会做
有存，无在的艰难变成欢喜烦恼的福分。伊定甲你带，无来阮的路无山，开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么大，咱着路为啥人生？好天地阮从三界欢喜，伊定甲你带，无咱阮的路无山，为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么大，咱着路为啥人生？好天地拢从三界欢喜，伊定甲你带，无咱阮的路无山，为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么大，咱着路为啥人生？好天地拢从三界欢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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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天地拢从三界欢喜。哈利路亚！将一切荣耀归咱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父恩典是真正的大，其实上大的恩典是啥物呢？将伊都是圣经赐落予咱，用伊宝血来洗净咱一切的罪，互咱得到这个永远的恩典，永远活的恩典。这是非常感谢上帝。然后就是诗歌何等的恩典，来唱出咱对上帝的感谢。用真心的心行好伫你面前，开我心目，予我看见应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甲对你爱的温柔谦卑，用真心的心。用真心的心，行好伫你面前，开我心目，予我看见永远的心，领受生命活水，把对你爱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看顾我，何等恩典！你保护为我人，何等恩典！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我的嘴要充满恶路，你有刷走我所捆绑，你有刷走我一切担当，你有刷走我心内悲伤，你的名牵伫大大恶路，你有刷走我所有捆绑，你有刷走我所有一切担当主你拢刷走了。你有刷走我一切担当，你有刷走我心内悲伤，你的名
亚，咱的俄咱的上帝，伊是堪咱俄罗的主，哈利路亚。俄罗主，俄罗主，大声俄罗。我要举起手来宣扬主生命。俄罗主基督，甘愿一生来救罪人。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俄罗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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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俄罗。我要举起手来宣扬主生命。俄罗主基督，甘愿一生来救罪人。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上帝听恨命这世间，阮的满满到野我愿，我愿意咸你打败你面前。俄罗斯基督，甘愿一生来救万民。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上帝听，上帝听恨命这世间，阮的满满到野我愿，我愿意咸你打败你面前。俄罗斯基督，甘愿一生来救万民。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你是弥赛亚，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宣告讲，你是弥赛亚，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哈利路亚！咱吟圣诗305首，我的心心，你着唱歌，俄罗感谢主上帝。我的心心，你着唱歌，俄罗感谢主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帝，伊有创造天顶地。俄罗全念主上帝，一大救主听他上帝。照顾人类的天命，赐归我敬重好天的差得主三不万险。哦罗，只管主上帝，我的心心，我的心心，坚信条件主的。上帝敬我的天顶地，哦罗，只信主上帝。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俄罗，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的心神，我拢要唱歌俄罗感谢主。是你是创造天顶地的全能的主，主啊！这个时阵，阮众兄弟姊妹三甲聚集伫你的面前，大家人专心聚集敬拜，是着阮确信你看阮的内心，当阮专心一意伫你面前敬拜时，你的圣神就要甲阮同在，所以阮。伫你的面前聚集的时，愿圣神同在，开启阮逐人的心，互阮的心甲主相结连，领受对天顶来的恩典甲祝福。主啊，阮用较无的心来，是表示你有恩典，你有祝福，你有能力，你有医治。阮甲主相结连，主你的听。医治甲透放也要临到阮。
愿阮今日的敬拜，伫你面前得到接纳，啊，阮伫遮所做的，拢荣耀归你主。阮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做伙学习，伊甲是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阮伫天你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日时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入去，就叫阮看入去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咱做伙来启用启文第5篇。上主，阮的主啊，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你去做要塞，防备敌人。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啊，人算什么？你要遐尼关心？你创造人，互伊比天使小可较低。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一切的羊甲牛。空中的飞鸟，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普遍全地。咱做伙来祈祷。主耶稣，阮感谢你，伫今仔日感恩节期，阮要献上对你的感恩甲懊恼。感谢你对阮无限的疼，阮愿意献上家己来回应你的疼痛。你是充满信心、慈爱、甲怜悯的主。你来是要拯救世间人，互要为人捌你的灵魂得到救，性命得到更新。恳求你的圣神，甲第5期幸福小组所有的百事同在，带领因来到你的面前，互因的目睭无搁雾无明，求你柔软因的心。你讲，因为人心内相信，就通称作义；嘴内承认你的，就通得到救。求你的圣神望着每一个百姓的心，医治因的灵，透放因的重担，将你极丰盛的恩典，就是伫耶稣基督内面，恩愿每一个人所需要的恩典甲慈悲，显明予因。因为这个得救是对你来的恩典，毋是出自阮每一个人家己的熬，是上帝你白白所赏赐的。特别伫今仔日早起，我要通过周永山牧师甲帮洪娇牧师娘的见证分享，会当更较坚定 best 选择信主的决定，互因坚心徛在。明白，认捌主耶稣，的确是因一生上大的福气。求主亲自掌权，带领今仔日的敬拜。愿尊贵、荣耀拢归乎你。愿平安赐予你所欢喜的人。
我来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主求你怜悯我，主求你怜悯我，主求你怜悯我。用读圣经。记载伫歌罗西书第2章第8节。着谨慎，毋通互人用空空虚假的铁盒，甲你迷去，因为遐个学说是根据人的传说，甲支配宇宙的灵，毋是根据基督。以上。现时，咱请以赛亚牧区，互咱的信心永活着。现时，咱请郑永山牧师，请放凤桥牧师娘来讲道，题目是蜕变的人生。咱真多谢以赛亚牧区吼，嘿，因若是即个资深的迄个俊男美女吼，因甲是安尼熬引带人吼，熬招呼
热心服侍的同工吼，因今日要唱2场啊，第2场要搁唱，咱搁一遍拍拍甲因鼓励，嗨，多谢因吼。各位兄弟姊妹，咱看到即个台顶吼，即个布条，咱知影讲今仔日是咱即个福音主日的第2场，咱真欢喜，久久咧期待，就是邀请到咱的周永山牧师，因夫妇来到咱中间，来甲恁分享，来做见证。因夫妇会当讲是咱台湾吼，即个拍拼的代表，吼，就是讲少年白手起家，拍拼事业，伫社会有真好的成就。但是为何上帝互因伫人生上高峰的时阵，煞拄着咱台湾上大严重的一变地动，9.2大地动？对咱台湾人来讲是真大一个伤痕，虽然已经经过20几冬吼，咱嘛感觉讲哦迄代志一个来吼，即个大自然的灾难哪会遐严重？但是对周牧师因夫来讲，嘛是一个人生的大地动就对啊吼。本来咧咱旧年就安排啊吼，旧年就邀请好啊吼。旧年吼11月煞开始拢疫情严重啦吼，咱也袂使聚会啊。就山讲甲周牧师讲歹势呢，就安尼你来吼，无人来哦，足歹势啦。所以咱讲无咱欠起来吼，等后抓再过来安尼。感谢主呢，虽然咱疫情还未完全消失啦吼，总是呢，咱会当真自由来遮聚会，咱挂口罩嘛真安全吼。我当即边搁联络周牧师的时阵咯，伊搁甲我讲，阮师母嘛会使讲呢吼，师母嘛会使讲安尼吼。安尼介好，咱买一送一就对啦吼。所以咱的第1场台语的吼，正顺台语的吼，咱要请方凤娇师母来分享甲见证，来分享甲见证。因夫安怎拍拼伫建筑业，咱知影讲80年代、90年代，咱台湾建筑业非常的兴盛，伊嘛是跟着潮流成功的一份子呢，社会成功的一份子。因拜不拜甲迄毋是拜尔，迄拜甲变做高层的领袖吼。上帝安怎带因信主？牧师讲的无精彩，爱听方牧师娘来家己来讲吼。所以咱甲时间交互因，用拍拍来讲去来。咱周牧师伫楼骹，伊等下也要甲咱去分享来，咱先欢迎周牧师。来，牧师，互你先讲来。来。好，谢谢夏牧师。好，还有各位兄弟姊妹，大家高早，大家平安。感谢主，阿罗主吼，互我为过去一段真深的时间、真久的时间，伫咧佛门学佛吼。这学佛的过程是真济的一个这过程。我较等淡薄会讲一撮啦吼。诚做基督的信仰。然后甲我的先生去读神学院，受装备栽培。即马伫牧养、牧会、服侍，做上帝工人。即段人生的过程确实是像一个剧本。今日来甲兄弟姊妹分享讲，伫咱人要安怎来拄到耶稣，伫耶稣的内面要安怎来生活。那伫耶稣会伫圣殿的外口面，遮的人遮尔济，要安怎行来咱的圣殿内面，得到上帝听甲安慰，甲大家来分享。所以我用即个歌罗西书第2章第8节吼，即个歌罗西书第2章第8节呢，就是咱的使徒保罗伫个西元61年讲的智慧的话，到即马，咱已经经过2000年啊，即个话确实是实在的，确实是咱全世界，尤其是台湾，确实是即款情形。即个话什么意思呢？使徒保罗讲，咱大较警醒。咱的人生是安怎警醒？伊讲咱的人生爱警醒，咱为耳仔开始爱警醒，听。真侪人用伊的理学，确实的，咱伫咱的过去，咱伫咱的学习吼，伫社会，爱讲咱甲人交陪，伫无共款的年代，无共款的文化，无共款的即个贴合，听足多的道理吼，足多话语。但是这道理甲话语呢，
实际上咱听，毋是讲伊歹，但是伊无法度互咱的心肝会平静。哦啊，道理愈听啊，愈互心肝足侪即个无欢喜，也讲足侪立场，也讲足侪影响。实际上，遮会人的话无法度改变，嘛无迄个能力，互咱真正伫生命内面会欢喜会甘甜。所以，即个保罗先生就讲爱较细腻的哦，毋好互即个世间的理学来互咱影响。搁来第二项，讲爱细腻哦，为个人伫理学的你讲你的理，我讲我的理，像米饲百样人，每一个人的理拢无共，所以为人就会野线。但是无拍算，咱的人生一定有真侪世间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咱的即个婚姻的问题，还是事业的问题，还是咱内心内去的问题。所以，当咱这理若听较真野线的时阵，有对得的时阵，咱要超出一种，毋是人讲的，就是即个灵界讲的灵界。灵界讲的，就是足虚空，互咱虚空，互咱听无。所以保罗先生讲，爱搁细腻第二项哦，有无即个虚空的妄言？妄言就是讲你听拢无妄语。这地理风水啦，抢着啦，煞着啦，真实的因果，即世艰苦足侪这问题。也是讲要改变命运，就爱去倒遐去深山啦，来去修行。也是讲爱做啥物代志，才会使改变命运这就是个虚空的妄言。即摆讲这天离月天神即个啥物命对。所以保罗先生讲，毋好搁听这，千万毋好听这，要安怎？伊继续讲，这就是无照着耶稣基督啥物是耶稣基督？实际上真感谢主，咱主内兄弟姊妹拢明白。但是真侪是台湾的民间信仰像我以前共款，我是毋知影啥物叫耶稣基督。看咱们会用淡薄甲兄弟姊妹来分享。毋茫讲真侪人若阁无明白耶稣基督，来思考即个神保罗先生讲耶稣基督这耶稣基督啥物意思呢？就是咱拄仔唱的诗歌，就是你一定爱祝福咱的人碰见着人甲咱骂、甲咱纠缠，一个好人、健康的人，若互骂、互纠缠就感觉家己乃会足无路用的。所以伫耶稣基督内面是一定是爱祝福。即个祝福是为神、为耶稣而听来的，一直祝福。咱人若互祝福迄个心就会欢喜，做一个自信，阁会安慰，所以就会感谢。所以爱感谢，所以感谢嘛是有条件的。感谢毋是讲你著爱感谢，你著爱感谢，我著感谢袂出来。实际上是这天书内面的即个祝福叫做恩惠恩惠有即个祝福，爱有感谢。即恩惠，咱若有诶时阵呢，咱就是感觉家己阁有一个人甲咱看重，也是甲咱尊重。虽然毋是讲安尼是真好嘢，也是讲真才情，但是咱诶人诶自尊，咱诶即个人诶价值，有人看重，有人尊重。即伫咧基督内面，才有法度人去超出着。确实嘛是安尼。所以即个祝福，就互咱会感谢，咱看到人就会欢喜，袂讲看到人就足袂爱看人诶足家足郁卒的，这是基督内面足宝贝的所以，保罗先生讲，都爱有恩惠。恩惠就是为上帝遐来的。咱若有恩惠，伊的意思是讲，当代志拢会顺过。搁较安怎艰苦的代志，慢慢会改变。这就恩惠。恩惠来就有平安呐。所以，咱伫咧基督的信仰讲平安，无物人平安。这个平安呢，就是意思是讲。不管咱这个过程，咱人生安怎行，总是同尾迄个结果就是好的。这结果好的，这是为上帝遐来，因为咱同尾大家，若无明白耶稣基督，也是讲像这安尼，逐工拢在烦恼是在无欢喜，迄个结果好的结果会变歹的结果，好代志会用歹无成就。但是伫咧基督的信仰内面呢，伊是会互咱会使有一个平安。这平安呢，就是上帝互咱的，就是讲结果就叫好的，不管过程安怎，结果就是好的。这平安甲恩惠呢，这是有天数的。先爱有恩惠，才有平安。
所以兄弟姊妹，咱人吼，知影上帝疼咱吼。保罗先生讲，你有恩惠甲平安，这是一个天数，一定爱有上帝恩典，咱才会得到平安。因为咱是人，啊，上帝是关的即个造物主吼，啊，就平安。然后咧，咱的灵才会平静。咱的灵要平静吼，才会恬静。啊，拄有代志就会思考啊，啊，这就是伫咧基督内面。所以咱的哥罗西书第2章第8节呢，保罗先生就讲，佮讲安尼毋好爱在吼，即个基督内面。佮来第4项呢，爱说你，毋好即个人间的遗传，吼。啊，即人间的遗传呢，就是讲即个咱古早人讲的吼，就是古礼无治啦，吼，啊新礼无息，吼，袂解足说新礼。古早人安怎讲的？即个家庭的家教安怎样啊？我要拖起来。即个家庭的家教安怎样？啊，即个教育安怎？啊，即万古流传的即个意思，你拢袂使甲改，叫做古礼吼无治，啊新礼吼新的礼无息，即叫做人间的遗传吼，啊，即就是无法度改。所以真侪庆幸吼，譬如讲啊，查某囡仔若断掌，叫断掌新娘，哦，啊去着克夫啦，啊歹命啦，即款拢是足侪即个世间的即个遗传。所以保罗先生讲，毋好即个世间的遗传吼，甲咱改变咱的命运哦。即个世间的遗传哦，会互咱安尼像一个大石头甲咱缀掉的吼。第5项就是讲即个人间的小学。小学就是讲，这无重要的，啊无重要代志吼，啊无对生命无帮助，啊无快乐的吼，嘛爱说你，莫这人间的小学吼，啊甲咱影响咱的人生。所以这哥罗西书实在是足大的智慧。第2章第8节讲，咱爱说你哦，莫互即个理学啦、虚空的妄语啦，还是讲这人间的遗传啦，还是讲这个世间的小学，啊对咱生命拢无帮助。啊，一世人就伫咧遮安尼拖无安尼听，结果当代志拢做袂顺，所以伫咧基督内面是足丰盛的。所以今仔日呢，我就要甲大家分享讲，我安怎伫咧即个信仰内面伫佛教，爱改变做基督的信仰，来甲大家分享。啊，毋茫讲咱在座，如果讲你即马吼还袂领受洗礼吼，啊，搁在思考吼，会使了解讲，即个基督的信仰确实会使改变咱的家运吼。这家运足重要，因为伫咧咱的台湾有一句话讲，个人因果个人受，啊个人食饭个人饱吼。就是讲，即个家运的这因果命若掉入骨，用刀写袂落，即个命底注定就无法度好命，啊，就是歹命，一世人歹命。啊，本家己歹命，后摆咱的囝儿孙嘛歹命，啊，这歹命是为咱的老爸老母互人的，这是一真大的纠缠，这因果的纠缠吼。所以伫咧基督内面确实会改变咯。我来分享讲我即个信仰的部分吼。我细汉的时阵吼，时常问阮阿嬷讲：阿嬷，安尼台湾人讲上米饲百样人吼，这到底啥物意思？阮阿嬷讲囡仔人莫知影伤济啦，讲啊过日子就好啊吼。但我就时常虽然讲阿嬷去寺庙拜拜，咱知咱台湾寺庙足济，寺庙足济原因就是400年前的咱的祖先登山过台湾。啊，登山过台湾，逐个拢抱着生命危险，啊，为着要来趁食，啊，为着要来人生，伊嘛是因的人生啊，400年前嘛人生啊，所以抱着生命的危险呢，啊，过即个平湖的湖水沟，啊，因来平湖湖水沟的时阵呢，因是手拢抱着迄个所拜的神明吼，啊，比如讲即沿海的即神明安尼，啊，即肩胛头派神之牌啊来台湾。所以咱的台湾就是因为安尼，就逐位拢有即款的寺庙吼，啊，拢爱祭拜，吼，啊，这祭拜甲这寺庙呢，就是阮细汉的时阵，阮的民间信仰，啊，实际上这民间信仰到即马400年来是平摊拢伫台湾每一个所在。但咱台湾人有一个特色，就是讲做勤俭骨力、人命佮慷慨，因为咱这海岛的人哦，足慷慨啦，因为这是水海岛，啊，逐个拢做伙吼，佫真勤俭、真骨力，这是咱台湾即个所在上着咱即个特色伫个。所以咱伫即个海岛内面呢，咱就是过去吼即个400年前即敬拜的方式吼，伫民间省即个全台湾省每一个所在拢是安尼。所以着阮阿嬷讲啊，上米饲百样人啦，
囡仔人戆戆啊大汉就好，莫去问较济安尼。啊，我就拢讲阿嬷去寺庙拜拜。我囡仔时代时阵哦，我住伫咧台北市，敢若2间寺庙，一间就叫做龙山寺，一间叫做文殊宫明环东路遐，拢跟阿嬷去拜。但是呢，细汉的时阵看到迄个壁吼，迄寺庙壁拢有写讲一人一支香，吼，一人一支香。但是我看足侪大人吼，拢一人摕一把香，吼，摕一把香吼。哇！啊，分家内面空气足歹的吼。我是讲，啊，这著写一人一支香，逐拢本来无守规矩，一人摕遮大把香。啊，就表示人讲本来香若烧较大把吼，就是较我较诚心，啊，较兴旺吼。所以吼，我要下愿，我要恳求一定较灵性、较灵感、较灵性。啊，这香插喺香炉内面，就空气足歹，就安尼熏甲这空气足歹。啊，拜完以后，佫有人来拜拜。我看红架桌顶咧摆物件吼，有个人较晚来吼，啊，就甲别人个刷去后边，啊，家己囥较头前，落去头前。我是讲，哇，啊，咱囡仔是来看这，啊，这哪会大人哪会即款行为吼？所以我对即款拜拜，我无讲真好一个感受，因为拢无守即个规矩吼。啊，慢慢我了解以后，我就无伫咧民间信仰憔悴。我就想讲，要了解讲是安怎上米饲百样人，啊，人来即个世间吼，啊，以后即个人生要怎经营？啊，后摆人讲死去有灵魂吼，啊，嘛有天堂，嘛有地狱，啊，要去倒位啊？迄个想法是安尼足单纯的想法，所以我就去佛门，去佛门去学佛，啊，去佛门学佛咧，经过25年的时间，啊，这25年的时间呢。根本就无可能信耶稣基督。你为民间信仰到佛门的时阵，佫无共款，因为佛门就是你爱修行，爱明心，吼，这心爱明心，啊，见到本性，明心见性，吼，爱福甲非常修，这是佛门的一个足严的一个哦，要互人吼愈来愈有这个福德稳定吼。啊，这修的时候，我讲淡薄兄弟姊妹听。才知影讲，咱即个耶稣基督的信仰，甲保罗先生讲的爱势利，吼，若无照着基督，照人间的遗传、世间的小学，一定甲咱压制掉的。啊，过去我毋知，啊，我讲互大家吼了解一下，怎讲咱真稳定，咱信耶稣迄个稳定的恩惠吼，是即个属灵魂的福气。啊，灵魂若有福气吼，万项代志都好解决。啊，灵魂也无福气吼，好代志就变无交正吼。啊，即个伫佛门内面咧，伊首先讲吼，讲咱人吼，不管你做总统也好，还是恁兜开银行，还是讲你楼下厝规个土地拢你的吼，不管你啥物程度，还是讲你读几个博士学位，还是讲咱都拢逐项拢无，啊，咱拢甲人袂比拼的吼。不管你啥物人，你出世落土时来即个世间吼，一定每一人的命底。爱有8种苦8苦，8种艰苦吼。啊，啥物叫8苦呢？生老病死、生老病死苦，这是4个苦吼，这绝对脱离袂掉的。过来第5项就是叫做怨憎会，怨就是说无欢喜、生气的吼，逐工会在相拄。哦，今日对这足无欢喜，啊，逐工拄着即个人。啊，愈袂想要见，啊，愈袂想要拄着即件代志，啊，见拄落去拄着，啊，就足无欢喜。所以咱人的人生哦，常常会怨憎会，歹物件拢会一直做伙，啊，佫互你拄会着，啊，无法度拍过，无法度改变。吼，这是第5个苦，怨憎会的苦。过来第6个就叫做爱离别。哇，同介意迄个人，啊，同意啊，迄件代志，咱忽然间阵啊无去，咱想迄空气都无去安尼，啊，足艰苦的吼。即爱离别的苦，啊，这人生确实是嘛是安尼。哦，真侪即个爱的人、介意的代志、介意的物啊，啊，拢无咱的份，啊，歹的咱一工咱有拄着，这就第6个苦，爱别离的苦吼。第七个苦咧，就是叫做即个五阴炽盛，就是讲。咱人心肝内面就是五脏六腑吼，有阴吼，就是咱的五脏六腑，拢安尼真到一个年纪以后呢，安尼肝啦、胃啦、身躯啦吼，啊这胆啦，拢安尼真艰苦，五阴炽盛苦吼，哦，生老病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还有一种就是求不得的苦。
安怎求都求无，爱认真做就是无，安怎做人都袂欢喜，就求不得的苦哦。所以伫咧即个佛门内面讲即个八苦，我初去听互即个，我嘛这讲个佫足实在的吼。这要解决？师讲这八苦就是逐个拢有嘛，所以就是爱修行嘛，爱修行。即个八苦呢，要产生咱人有啥物情形呢？3种毒伫个。这是佛门，你看咧佛门咧讲咧道理讲真哦，都是保罗先生讲这理学哦，这理学确实有影啊，确实是事实的。所以真正的走去佛门去修行。这8种苦哦，产生3种毒，啥物毒呢？贪心、贪情、贪恋、贪爱、贪名位、贪一切好的，拢同我是拢互我吼，贪心。搁来嗔，真容易生气，真紧生气。透早到阴暗，毋知要生气几摆，就欢喜要出门，较连伊就搁冤家，搁无欢喜，一撮代志就气场，就安尼真无欢喜，贪嗔吼，嗔很容易生气。若生气的时阵啥物拢等于讲忽然间等于讲拢是黑暗的，贪嗔。搁来痴迷，真痴迷。咱人的性吼，足够生气，但嘛对某一件代志、某一个物吼，会真要甲追求，所以贪嗔痴三毒，即就为八苦，甲这产生这个三灯支的三毒，所以这就是保罗先生讲，这是理学，这理学确实这嘛是佛理啊，足有道理的，要怎解决？所以就问师父讲，要安怎？师父讲，这吼会产生偌济烦恼，毋是安尼就煞。会84000种的烦恼，所以你看嘛呀，这烦恼是无所不伫的烦恼，烦恼狗遐，烦恼虫，烦恼啥物？反正你若想会着，拢烦恼就是。讲这84000的烦恼，这诚侪烦恼要来受。师父讲都足简单的啊，你着念佛啊，念佛号啊。但是爱念偌久才会解决？讲同起码爱30万遍安尼，30万遍。我是讲好啊。念看卖啊，念30万遍来念30万遍来解决吼，莫骨来甲念。所以我咧时阵就足想要甲修啦，是讲真有米饲饱样人，我即个人来即个世间吼，我袂使茫茫渺渺过一世人吼，我要甲修行，甲修叫做智慧福慧专修。所以我迄阵咧佛珠108年吼，就挂伫咧遮，挂伫手骨头。即要念起来是30万遍，起来是。足多啦，所以事上念若有用吼，比如咧坐车，也是讲咧等人，就一念，看念一念就108解嘛，就一念，一工就爱算看念几解，一直念。所以我会记印象一个足深，就是讲我1996年吼，我的囝婿吼，1996年我的囝婿伫咧雪梨吼，因住伫遐，甲我的查某囝，迄阵是8月16迄天，我去雪梨去甲因看吼。因是基督徒，伊讲妈妈，今日礼拜吼，就像安尼今日礼拜，要教会做礼拜，你来去好无？因就过去就事上甲我招，我讲毋好啦，咱吼信仰无共啦。我讲阮佛教吼北堂较大，拢尊重恁信耶稣的。恁信耶稣的人，我叫伊来佛堂吼，拢袂来啦。你若叫我去，我嘛加减来讲好来看卖你啥物圣诞节啦，啥物我来去参加。阮若啥物节日，我叫你来拢袂来，讲阮咧佛教的心性较宽，较包容，恁较孤单安尼。所以即阵你叫我去，我嘛袂去啦你迄阵是雪梨，我袂恁家己去就好。迄查某囝一直高正啦，哎呀，你著来啦，你咧厝也是足无聊的。我看查某囝高正甲安尼我甲讲一个条件，我讲好啊，我今日甲你来雪梨教会有一个条件，就是讲，我要坐通后壁迄位内顶咧讲啥是牧师咧讲啥，我拢袂甲听，因为我要念30万遍，我爱利用时间念佛号安尼啦。阮查某囝讲，好啦，随在你啦，你若要来教会你要念啥随在你去念啦。阮查某囝，我就安尼好，我就甲伊讲条件讲好。所以我印象中就是迄天我就是坐伫咧通后壁位我就开始一直念。啥物这行程、这过程我拢毋知，因为我嘛无了解。但我知影讲隔壁人咧甲我看，讲即个人哪会即款行的安尼拢无要无紧，无敬虔，一直要头家要念啥。我心内是知影因隔壁咧看我就心内想讲，我这佛教徒实在是足自卑的来你教会算
是比恁较好，你甲恁招拢招袂行，阮查某囝招袂行。恁若毋捌来阮的佛堂，看佛堂是偌庄严。我来恁的教会，我念佛吼，我足欢喜，所以我念我的。所以咧过程上，我拢毋知，规个行程开始宣调，这我拢毋知影。但是到诗歌的时阵，到诗歌我嘛听无，但是诗歌我想，即个声哪会足实在？即个声，着我世上听的声是啥物人咧唱？我举头，哇！台湾五等奖的温玫瑰，迄个一个五等奖嘛，足有名的这温玫瑰。我讲这温玫瑰哪会遮熬着？安尼为台湾唱歌唱到雪地到长。迄个时阵伊是来遐报道，我完全拢毋知。但伊咧唱啥我嘛拢无听，但伊讲一句话我听较诚清楚。伊讲看念咪你也感觉我在唱这诗歌若感觉想要感觉真好我外口卖阮录音带古早是咧录音带 CD 洗啊底啊嘿录音带一摕是即个澳币10箍差不多咱台湾钱差不多270箍左右280箍讲有会使去买我就是咧我就忽然间我念不全停落来我是讲这温玫瑰遮灵猴唱歌唱啊到长来我一定要甲捧场。你知咱做生意人讲我捧你的场，我要甲捧场所以我就爱甲鼓励。所以伫做礼拜时，我就走出去外面啦，因为外口咧摆迄个担嘛。我就讲你这拢总摕几地？伊讲200地啦。我200地总买安尼。伊讲你若一摆买200地。我讲这足老的，这台湾来的呢，来选地来澳洲唱这歌我当然爱甲捧场啊我爱甲恭喜啊就拢买起来。结果因咧讲，逐个要出去拢买，无拢我买来。当下我摕这200地阮查某囝做礼拜讲妈，你若买遮尔济？我讲你毋是出就讲里面耶稣很爱人嘛你就摕去送恁的兄弟姊妹，拢摕去送掉啊我甲阮查某囝，你摕去送你教会兄弟姊妹嘛，做纪念嘛，所以就拢送出去。我就转来台湾转来台湾这温玫瑰就感觉奇怪，哪一个人甲买遮尔济录音带，去七分八问到阮查某囝讲囝婿，问牧师，落尾就去阮查某囝讲囝婿，因的厝地，因的厝去甲探访，就去讲真感谢恁足听主的呢，你安尼买我的录音带，这是要做福音的用途阮查某囝讲，毋是啦，是阮妈妈买，毋是阮买的啦伊讲恁妈妈足听上帝足敬畏神的安尼为着这福音的缘故，甲买录音带。伊讲温玫瑰姐妹，我妈妈一点都不爱耶稣，我妈妈从来就不喜欢耶稣，她是跟你捧场的。所以我伫1996年8月16号伫雪梨教会有即款情形的人，但是无拍算，3年后拄到921大地震，1999年，你若讲做功德嘛，有一个功德结果做到大地震。大地震实际上，我甲阮先生是伫个是甲级的营造厂中华第一间的大楼，住宅大楼，迄阵才起8楼，伫个45年前的时阵，是阮起的安尼，起到迄栋大楼，搁有中华县政府颁奖，讲恁足够起这第一栋的大楼。所以阮咧起厝是足保守的，足保守。所以保守的时候，我就是讲有土地的开发家己营造，家己起，搁来即个销售嘛无中介卖，家己卖拢有家己的即个团队伫个。所以阮是足保守，所以为哪买土地，哪起，哪交厝，哪即个规划，这过去拢顺做。那像在地震来的时阵，哇，天摇地动一寡人阵拢规个台湾的损害真重嘛我迄个时阵印象足深，损害真重，所以规个各行各业拢停下来，拢无咧交易，因为毋捌拄到遐大的灾难，尤其是中部地区，我住伫咧中部，迄灾难遐尔大着，所以拢全停止。无当见银行伊的烦恼，互建筑业倒，倚天收伞，哇！这建筑业毋知敢倒去，所以银行经理来甲我讲，伊讲周太太，我知影恁是真实在真保守的生意人，但即摆银行的政策
就是讲吼，即个贷款吼，叫雨天收伞吼，伊嘛时时咧讲吼，雨天要收伞啦吼，啊，所以阮吼嘛爱甲恁的贷款吼爱收一寡转来吼，收一寡转来，啊，袂使搁放款放啊济互你。啊，咱知影讲，咱普通时啊拢顺顺咧运转嘛，咱做生意咧运行。忽然间拄到即款的时阵，阮都摕无资金啦，你有土地嘛卖袂出去，哦，啊你亲戚朋友嘛讲总钱嘛无够，所以我足烦恼的，开始诚烦恼，讲啊，哪会好人安尼平平顺顺，啊忽然间一个大地震来，哪会阵啊？哦，这问题遮尔大，搁银行要收贷款，我足烦恼的。啊，我就甲阮查某囝讲，我像阮查某囝。一工感觉讲耶稣诚灵感，诚灵性吼。我也讲啊，我昨拍电话去澳洲互伊，我讲哦，即摆恁爸爸拄着大困难呢，即地震来吼，银行要抽银根吼，啊，临时咱的亲戚朋友嘛无人较济钱吼，所以吼，你虽然甲讲耶稣，即马在即搭我看耶稣，你爱吼，爱替我祈祷啦吼。伊讲妈妈，我替你祈祷足简单的哦，你家己嘛爱祈祷。我讲啊，我也毋捌祈祷过啊，我是爱传水果、传香、传迄果子无，因为拜拜拢爱传哦。啊，搭耶稣毋知甲传无，伊讲免啦，伊讲你着坐碰伊的吼，啊，你着甲耶稣祈祷，你着时时咧讲，啊免讲，你着讲啊，耶稣，我即马着是拄到即个92大地震，啊，银行要收贷款，啊，你摕无资金，啊，土地也卖袂出去吼，啊，耶稣，你请你来甲我吼同情我吼，啊，来甲我斗相共，伊就安尼甲我讲我会晓讲的祈祷的话吼，我就教阮查某囝安尼讲，弟兄姐妹真的太奇妙了。我伫个2000年的11月15日吼，迄天我阵啊一个碰伊暗时11点半，啊我就甲上帝祈祷吼，我讲啊，这921大地震即摆已经吼1999年啊，对，1999年的11月15日，这921大地震已经过差不多要2个月啊，啊，遮济问题要解决，实在是互你料想袂到的。我就甲耶稣安尼讲，甲耶稣祈祷，啊，祈祷完，啊嘛阵啊嘛安尼嘛共款哦，安尼继续咧无用，啊继续烦恼。我讲查某囝讲，啊，哪会祈祷，哪会感觉拢无动静吼？阮查某囝讲，你爱有信心啦。我信心，啥物叫信心？咱也毋知，咱更加烦恼呢啊，都毋知啥物叫信心吼。啊，阮查某囝讲，但是我你讲妈妈，你5楼有佛堂吼，你甲耶稣祈祷，你袂使去佛堂拜拜哦，袂使去佛堂拜拜。啊，因为阮有一个佛堂，就是伫咧5楼顶。我迄佛堂毋是讲普通人的家庭会讲买一啥物偶像来拜吼，我拢用迄南投起庙师傅吼，用迄南投迄薰乐器的迄个茶吼，啊刻咧佛祖吼，啊差不多20外尊啦吼，啊后像迄囡仔遮大汉安尼吼，安遮大尊徛叫做立佛吼，徛啊有安尼天安尼吼卧佛吼，啊逐项拢啥物形体拢有，啊佫有迄师傅送我迄款缅甸的迄玉啊，啊水晶，遮讲水晶观音安尼啊拜，因为我想讲咱做生意着遐骨力拜吼啊。看会使逐项较顺利袂安尼。阮查某讲你袂使去拜的，哦，你爱甲干那甲耶稣祈祷，表示讲即件代志是耶稣基督的作为，毋是你去拜来的吼。我讲安尼嘛是爱安尼才对啦。我嘿啦嘛是爱安尼，咱做人嘛爱实在吼。啊，就耶稣耶稣啊吼，即件代志讲求耶稣，尔无求别人就是啦吼。我就祈祷。足奇妙呢！我有一个工地吼，去23间的别庄，啊去23间的别庄吼，阮921大地震，阮的厝拢无倒啦，嘛无壁啦，所以阮就甲建筑商哦，阮原来搁倒一栋10外楼，我的厝完全拢足好用，拢无即个纠纷，也无倒，也无壁，啊无讲裂开啥拢无。但是有一栋伫咧即个园林山骹路遐吼，去23栋的别庄吼。1996年起的，吼啊，已经去3年啊，哦，毋是1992年盖的，1992年起的，啊，到1999年921大地震，我去遐看，当然嘛去遐足勇的啊，但是拢无安怎，无损坏，但是我心肝真艰苦，就是拢卖袂出去，足奇怪，厝起遐足勇拢卖袂出去。啊，银行阁要收贷款，啊，这厝都现就会使，现就有价，但系无人要买，
所以我就想讲啊，无紧来找迄船长吼，船长伫当地吼，去甲船长伯啊，无你嘛甲我斗想看觅，看这厝要哪卖出去吼。船长讲：周太太，你若遮尔戆，恁这土地无清气呢？这是吼民国48年8七水灾吼，一寡阮咧庄头的水流死，拢流喺恁这土地遮啦。所以恁咧土地下口规庄嘛，知影佫有翕相哦，拢尸体拢待伫恁的涂骹底哦。所以你迄厝哦，你莫讲要卖啦，阮拢毋敢甲你讲，是你来甲我问，我才老实甲你讲，这厝你要卖吼，莫讲卖你送人大啦嘛，歪大啦。我哇，这送人大拢歪大，啊，这突然变动，这厝都拢无效安尼吼。所以我就甲上帝祈祷，我耶稣祈祷，这土地有一个所在吼，讲船长讲送人大嘛歪大吼，讲个涂骹下骹拢尸体吼，啊，这是叫做无凶宅吼，无人要买安尼吼。啊，但银行就是我这批厝吼，23间的别庄哦，就是甲银行办贷款，就是需要还贷款。我这厝若甲贷款还清楚吼，我就规个拢吼无即个债务的即个银行的即个压力伫个吼。我甲上帝祈祷，弟兄姊妹真的太奇妙了，我真的经历神什么叫恩惠。所以兄弟姊妹，若准讲你即马阁还未信耶稣的人，你一定有一个恩惠。你今日来教会听我安尼分享，你一定有恩惠的啦，或者奇迹。竟然慢慢都人来甲我买厝，啊有当时有诶买2间，有诶买3间，足侪厝来看厝诶吼。啊，阮迄会计吼，因到我来阮遮公司上班30年，伊讲曹太太足奇怪呢。啊，这921大地震完，这好啊无地动厝新无人买，那地动以后就拢来买厝啦吼。我讲哟，我嘛毋知啥物原因，可能我有祈祷耶稣，耶稣派人来买管啦。我就甲讲，因为我就甲祈祷耶稣尔嘛。啊，结果拢卖出去安尼，就那可能100%拢卖出去啊！哇，我摕即笔钱吼，我都摕去害银行的经理，银行经理嘛惊一条，伊讲嘿。啊！你迄厝就古早卖出去，啊！你是搁用别个人头去贷款了，还是安怎啊？互去别个？我讲无，即拢完全真正卖出去的，啊，就足欢喜的啊，就解除即个危机啊。但咱心肝就一直想讲耶稣基督啊，啊，这嘛袂平安，就是讲啊，咱这厝是凶宅，这下骹拢死人骨头吼。啊，若卖人万一来因兜若安怎嘛足麻烦的呢？啊，我想讲，啊，基督徒讲会使祈祷吼。我来甲祈祷，哦，咱来甲祈祷。虽然我还未洗礼，我祈祷。啊，我就向那小姐讲，你名单摕来啦。然后阮查某囝甲我讲哦，咱来共祈祷，耶稣拢会听。啊，咱这是凶宅哦，卖人吼，佮人讲钻骨头吼。啊，人带人袂平安，咱嘛毋好吼。虽然咱贷款有解决啦，我摕来名单，我嘛惊一条，互你想无诶，讲哪会即款人来买？弟兄姐妹，你们知道是谁来买的吗？啊？不是基督徒，我看了之后都是一些公司行号，什么公司啦，什么会社吼来买。原来什么原因呢？因为地动以后，遐一寡工厂拢倒了，啊物件无地藏，所以来买阮的厝来做仓库安尼。啊做仓库吼，即个物件吼袂用偷摕去，因为鬼还顾物件啊。足平安的，足安全的。伊讲这拢袂人会顾物件啊物件嘛袂惊鬼，啊鬼也会顾物件咧，有够奇迹的咧。哦，迄时我就想要洗礼啊，我讲这确实咧，真的，这若无拄着这运气哦。你讲咱即款拜粉哦，安尼拜30万遍，搁拜到发雪的教会遐吼。哪有可能去信耶稣？所以佛理足深的，我若有时间，我甲大家讲佛理哦，你们都会被这个理学所吸引。好，这智斗波罗讲的，哇！啊，所以这就是这运费啊，所以我就想讲，我一定要来教会，啊，所以阮伫园林就园林和平长老教会，所以我是长老教会洗礼吼，我就去遐做礼拜，啊，做礼拜我是讲哦，进教会那遮尔久，那遮尔老，我伫迄个。金碧辉煌、金光灿灿，阮的寺庙，我若忽然间走来这教会遮尔久，啊，伊也阁起起伏伏，啊，楼梯阁擦又擦，这要我过去60年，迄种建材啊，吼，啊，即摆伊也坐落去吼，啊，顶仔阁浮起来，我即仔三个细字，我搞着就搞破。我讲我哪会来即间教会遮尔久安尼啦吼，啊，久你有想安尼吼，啊，唱诗歌的时阵吼，我就开始迄时阵我就
上帝的灵有伫我身上，我就会感动啊，有感动。啊，这诗歌哪会遮好听，哪会遮好听？啊，那甲我以前吼伫学课的迄款诵经无共啊咧，我就足介意的。啊，就慢慢迄个灵就拍开啊。啊，拍开以后是讲啊，我即马我搁佛教徒呢，啊，我要来教会要安怎吼？啊，有一工阮咧长老教会牧师吼，就甲我讲，你着来教会吼，啊来逐个了解哦，我着去遐了解。我就想讲，啊嘛爱来洗礼，爱洗礼。我讲牧师，啊恁吼做即个时间，讲后个月就是即个圣诞节，啊教会有洗礼，我想要洗礼。牧师讲袂使，你吼爱搁观察半年。牧师咧长老教会牧师真正观察半年，因为你拜太久的啦，你拜啊受菩萨戒。哦，我安尼食菜食20多年，佮规厝经拢佛上吼，你要观察半年，怎讲你开始明白耶稣。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即摆若个毋是信耶稣，你看恁比我较好运，比我较有稳定吼。若要洗礼，牧师就甲恁洗礼。我要洗礼，爱搁观察半年。啊，这半年嘛是有上帝旨意伫的，所以这半年我就都爱等半年。啊，等的时阵总是会去，搁走去五楼顶吼，去看迄佛祖像嘛。因为拜遐久啊，拜迄偶像拜遐久，拜遐有感情。有一个工我就走去楼顶去看，哇！我安尼拜20多年，拜啊，即个香拢用啊，即个红架倒顶拢安尼，哇！安尼，人讲的金光强棍安尼吼。啊！即摆要洗礼啊吼！啊，我迄工仔忽然间感动，我就跪的，我就甲偶像讲啊，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啦、诸菩萨要甲恁讲，我今日要信耶稣，你教我来明白耶稣安尼。我就甲因讲话，甲因讲，因为有感情，所以袂感觉讲真清楚。我请你教我来信耶稣安尼。啊，讲完以后，我是讲，人迄基督徒拢爱唱诗歌，我嘛爱唱诗歌，互迄个偶像听。啊，当下也袂晓唱，若要唱都是首。结果是讲啊，对，教会拢唱来信耶稣真正好吼。啊，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1、拜2、拜3、拜4、拜5、拜6礼拜来信耶稣真正好，我就唱互迄偶像听吼，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啊，唱，啊唱我就感觉足欢喜的呢。啊，唱欢喜讲啊，偶像若要信耶稣嘛，要甲请落来吼，所以一寸甲包落来。哦，啊，伫地啊，大骹细骹拢甲整理又好，一早起的时间我拢伫咧佛堂，甲偶像一尊拢啊收落来。啊，就等于拢收好啊！啊，因就是我讲我要信耶稣，你嘛要甲我同齐来信耶稣，啊，包落来。到半年后，阮的牧师忽然间想到，洪小姐，啊，即摆搁要洗礼啊吼！啊，你半年你拢有来教会，甲人来做礼拜啦，啊，甲大家熟在吼。啊，即摆听讲恁兜规厝经拢偶像吼，啊，要来遐来拄偶像。我牧师你免来啊，免拄，我已经甲拄完啊，我拢甲请落来啊啦吼。牧师讲，咱基督徒爱做性别礼拜啦，嘛是爱去性别礼，我好啦，我来做性别礼拜吼。啊，所以就选一个时间，就长老即次拢去阮兜，啊，我伫5楼顶，所以我爱用阮吊车吼，爱吊来楼骹，爱用一个迄款拖拉机吼，1.75的安尼大台的吼，人咧载迄家具迄，就来伫咧遐啊吊落来，啊做性别礼拜。啊，厝边头尾就逐个拢走来看，因为厝边头尾拢甲我买厝的客吼。哇，周太太，你要搬厝？我毋是要搬厝，是即个拜拜即个米吼，即偶像要摕去火化呢。哦，伊讲哇，你拜遮久啊，即物件遮好，无即项互我，迄项互我，你拢毋好摕去烧，我袂使的。因为阮的圣经讲吼，耶稣就是世界的光，迄个时我就会晓讲圣经的话。耶稣是世界的光吼，咱跟对耶稣行，就无伫黑暗中行，搁要得到生命的光。所以吼，信耶稣足重要，即物件拢无重要，要摕去火化掉吼。啊。尘归尘，土归土。就讲，哦，你嘛无讲啊，安时才能开通。你毋惊因暗时来找你麻烦。我袂，耶稣就是平安，因为我知影开始有平安，正平安。伊互咱的灵吼会安静的平安。啊，耶稣甲人看好看顾，逐工甲人看顾。所以牧师就住遐吼，摕去烧。啊，我想讲烧好，咱就爱请人食饭嘛吼。啊，就伊等啊中昼嘛拢无人，啊教会嘛拢无人，啊到阴暗5点外是讲啊无中昼无食，无来食暗顿嘛好，啊拢无人。结果到8点外时阵，我甲牧师联络着，牧师讲哦，恁规拖拉机咱烧8点钟，去找一块田，
啊嘛无法度去什物分煞路，无法度。啊，阮的园林咧庄口有迄个兄弟姊妹有咧田地吼，袂囥伫遐无咧布田，烧8点钟。安尼我才信耶稣。所以有一摆我拄到迄佛教徒咧甲我问讲，吼，你是来足无意思的，啊，你安尼做书记做遐久啊吼，啊，阮拢搭你遮有感情哦，啊，你哪会去落急？伊讲我落急啊。落急信耶稣吼，你也爱去修佛明心见性佛门，啊去落急信耶稣，啊到底是有啥物无共啦？这佛教甲这基督教是有啥物无共？你吼，你爱甲我讲吼，大家过去较侪交情吼，但是你爱知哦，你无甲我讲道理哦，你无甲我传耶稣的道理，你爱愈简单愈好吼。我无爱听你讲较侪道理，我无爱听啥物你咧基督教讲，我拢无爱愈简单愈好。同好，你甲用细字来形容。哦，我甲他规定咧，因为那佛法有讲那个禅嘛，细字就好，毋好济哦。我你哪安尼？我安尼拜佛拜20外年，我信耶稣，你要叫我用细字来讲我这个心理的感受吼。讲你互我先想一个好，我就祈祷上帝啊，哇！这免甲伊讲哈，要细字，这4个字是免斗这细字，甲我这个佛门的这个过去的朋友讲。我讲我受着啊，我咧认真听吼。我讲我为佛教吼修行的过程内面吼，真做基督的信仰哦。我4字你也甲我藏好记好，我有投奔自由的感觉。投奔自由，投奔自由，在主里真的得自由，在恩典里得自由。所以这个信用确实是足宝贝、足贵重的吼。啊，所以咱会解决一切纠缠。如果即个家庭有歹的，你莫怨叹喏，莫讲啊祖先喏，咱咧民间信仰嘛，就你祖先无做好嘛，所以你囝儿孙就会亏损吼。会讲家己做无好，所以你爱受即个恶报恶果，即因果吼，个人因果个人受。伫圣经内面毋是，伫约翰福音第3章17节讲。咱的神差派独生囝耶稣来即个世间，毋是要定咱世间人的罪，毋是用即个罪的看法讲啊，你就是安怎做无好，所以你会受刑罚。恁爸爸妈妈无好，所以你就是无法度出头天，拢毋是。会讲啊，你即世人无好，是你顶世人的代志，佫讲迄虚空的妄言，毋是。咱圣经讲，咱耶稣来这世间，毋是用世间的这个看法、因果看法要定人的罪，是咱伫同艰苦的时阵，还是同累志的时阵，通过耶稣基督要得救。所以约翰福音第3章17节讲，上帝差派独生囝耶稣来这个世间，毋是要定咱的罪，是通过耶稣基督要得救。啊，这得救是一个恩典，因为所有即马外口的信仰内面，我所知我有3万种，3万种逐款的安怎修虚空的妄言啊，理学世界的小学遗传，非常都有3万种，无这得救能力，绝对要家己落去解决，家己落去承担。得救的救赎伫基督才独一个有，所以这得救的救赎会使改变命运，而且这命运是同艰苦的时阵、同无奈、同痛苦的时阵，人来给你传福音、明白耶稣基督，你的命会使马上叫反转。这个反转跟来耶稣基督的信仰才有这个宽病，而且事实我都拄着。今仔日的时间是一个主日礼拜，实际上这见证，我信主后，我的见证是一堆啦。会使讲足侪见证，咱想无的啦。大家讲哇，佫有即款见证，我有哦，互你想无的。所以因为安尼，我才讲愿意讲来服侍上帝，因为就是有这见证，你有看到，这是真的，这是神，这是真的。哦，这神是互咱属灵的灵魂的福气，大项的福气拢有。哦，所以咱伫咧祝福感谢吼，啊，咱伫咧这敬拜吼，这拢是上帝伫咧圣殿内面咧甲咱洗净、咧交替。所以咱主日礼拜团结非常的重要，哦，诗班拢非常的重要，因为咱的灵伫外面一定有种种的一个影响伫，你袂使讲无家庭嘛，人无信主的，哦，啊嘛有咱的工课场，咱的规个公司，还讲咱外面的消费，所以这
逐工若伫即个环境拖磨，一定真侪内面的即个艰苦，也是即个无奈。所以咱主日礼拜来时阵，咱咧敬拜，咧宣调，咧祈祷，听道理，等于伫甲咱换交替，歹的拢一直压出来。圣神安慰啦、看顾啦、智慧啦、能力啦吼，财物一直甲咱，一直互咱。所以基督徒的恩典就伫咧遮，咱的艰苦袂超过迄个礼拜7，咱过7咱就来，但是你普通人无法度，像我以前伫咧佛门拜一个佛，就爱走足远的吼，佮传足侪物件，嘛遐1点钟、2点钟，无法度讲安尼即顺一礼拜过7吼，过7。所以咱的基督的信仰吼，对台湾的民间信仰开始真重要，会使改变命运，改变艰苦。家己感觉讲家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有永恒的福气，也有天顶的福气伫的。所以我甲大家做一个分享吼，愿上帝祝福咱。咱今日在座，若讲未信主的人吼，若看念伊要甲我分享嘛会使。所有搁较大、搁较歹处理的代志，一定会解决的。绝对会解决的吼，这是上帝大宽兵吼，是咱毋知吼。咱若知以后，咱会足爱来亲近主，足爱团契，足爱诗歌，足爱吼来教会，足爱读圣经，足喜意的吼。这就是咱的灵吼，有即个上帝吼，已经伫咱的心肝内面吼，做咱的主。所以咱若有主以后，咱就袂六神无主，就袂吼受外口歹的影响吼。感谢主，咱同齐来祈祷。至诚至大天父上帝主耶稣，主要感谢主，伫今日主日礼拜感恩节，阮献上感谢。主你赏赐阮会使为黑暗中离开黑暗，记得上帝你的慈爱、你的光，引带阮行伫咧上帝你的真理道路内面。阮献上感谢，因为天顶人间无任何名会使得救，独独就是耶稣基督。阮也仰望今仔日。在圣殿内面，有要认捌耶稣基督的兄弟姊妹，伊嘛会使甲我共款来认捌主，生命得到更新，得到祝福，得到上帝安慰，知影家己是有价值的人生。即个人生有充满着仰望，拢是上帝所赏赐的。恳求主看顾阮兄弟姊妹，伫咧主的内面服侍主，甘甜，得到祝福，得到平安，合家拢平安。伫咧家庭、伫咧事业、伫咧身心灵，拢有上帝你的听内面看顾，因光归上帝。感谢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免。实在是足感动吼！咱的洪教师母伊将伊家己的经历安尼。像咧讲故事安尼吼，听袂先就对啦。迄若佫讲1点钟，咱怎袂记通迄落吼？毋过吼，咱的做牧师吼，甲牧师长因有做2条诗歌，我感觉讲，若佫甲咱带咱唱一个，咱才来奉献，安尼好无？吼，咱来甲请做牧师来带咱唱因做的歌哦，吼，迄因的信仰的经历，来，咱请做牧师。你大家要来开始投奔自由啦，哈，投奔自由。所以，咱谢牧师甲我讲，恁9月12月11有洗礼吼，咱今日有足侪咱即个信福小组的贝斯来参加吼，足侪还袂信耶稣的人，所以我带恁来唱这2首歌，唱完以后，我会恁自由意志吼，有要洗礼的人，有要决志的人，我带恁来甲上帝做一个约束吼。这2首歌恁来唱，唱完以后，你来看这个恁这个歌词的意境吼，你也感觉讲今仔开始要来改变信仰。像牧师娘安尼要来投奔自由吼，等下就一个上好的机会啊吼！这2首歌唱煞时，我会邀请恁同齐来祈祷吼，来，咱来唱这条第一首《美丽人生》是我写的歌词吼，来，咱来唱一下来。每一个人的一生中，都需要真正的信仰。生命当中有了信仰，生命中才有美丽的人生。
个人的一生中，都在寻找生命的依靠，不是人选择上帝，乃是神怜悯带领着每个人，生命中有上帝，才能体会到真神依靠，神的依恋赢过人的智慧，他的权力赢过天地万物。烦恼苦担重担着，到我主的面前，必然得安息。朋友们，打开心房，让神进入你心门，必有美丽的人生。每一个人的一生中，都会遇到蜕变的人生。当真神来叩你心门，要把握机会，永远地跟随主。每一个人的一生中，都在寻找生命的依靠，不是人选择上帝，乃是神怜悯带领着每个人。有了上帝带领，生命的能量永不缺乏。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烦恼苦担重担着，到我主的面前，必然得安息。朋友们，打开心房，让神进入你心门，必有美丽的人生，必有美丽的人生，必有美丽的人生。感谢主，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主哈。好，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到了我们决定我们要不要改变信仰的时刻。这个时候，在这个圣灵充满的时刻，我们邀请在座的每一个人，把你的眼睛闭起来，把你的右手放在胸口。我们好好来想想看，我们在我们最近的生命当中，我们相信耶稣是听祷告的神，是医治的神，是带领的神，是拣选的神。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来邀请3种人一起来跟神祷告，我来带你们跟神祷告。第一种人是最近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什么特别需要上帝耶稣临到你的身上来帮你解决困难的，有特别需要祷告的事情，在你们心里来默祷。等一下我带你们来祷告。有特别需要祷告事情的弟兄姐妹，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请你举手。需要祷告的弟兄姐妹，等一下带你们祷告哦。好，请带你们祷告。好，第一种人，请把你的手放下。好，第二种人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医治的神。如果你现在身体上有什么病痛，需要圣灵亲自来医治的话，有这种需要的弟兄姐妹，请你举起你的右手，请你举起你的右手。好，等一下我带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把你们的手放在你们病痛的地方，圣灵直接来医治你们。然后医治以后，你们到教会来讲见证，来感谢上帝哈。好，这是第二种人。最后一种是第三种人，我们所关心的 best 的好朋友。如果我们在这段期间，你们是幸福小组的成员，你们今天如果在决定要开始信耶稣，要投奔自由，要决志的人，要改变信仰，然后而且可以在12月11号可以来跟牧师报名受洗，不像我们以前要被观察半年哈。所以你们有这个好机会，
有决定要受洗跟要决志的第三种人的需要的人，请你举手，勇敢的举手，改变你的信仰哈。有的话请举手，有的话请举手。你从今天开始，你们有美丽的人生。好，我们看到，好，请放下。好，有举手的请放下。好，我们现在刚才举手的这三种人，请你们原地站起来，原地站起来就好了啊，原地站起来。好，原地站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在唱完的时候，我们要来带各位来做祷告哈。好，我们唱这首诗歌，谢囝紧转来台语哈。来，我们准备开始唱了，来。因为你不在，所以受风寒，流浪的心做无伴。因为你不在，所以袂当担，咱的需要主知影。做行进倒来，耶稣听你感知。世间虽有委屈，你的手来牵。世行进倒来，耶稣会听甲关怀。伊要收赐福气、愿望甲平安。因为你不知，所以不捌主。流浪的心无人靠。因为你不知，所以袂转来。咱的需要主知影。世行进倒来，耶稣听你感知。世间虽有委屈，伊的手来牵。世行进倒来，耶稣会听甲关怀。伊要收赐福气、愿望甲平安。第三段来。你若有了解，通过流浪，赶紧转来主身边。你若有知影，来主身边，主的世行紧转来，世行紧转来，耶稣听你感知，世间虽有委屈，伊的手来牵。世行紧转来，耶稣会听甲关怀。伊要收赐福气、愿望甲平安。第四段键盘来。你若有了解，通过流浪，赶紧转来主身边。你若有知影，转来主身边，主的世行紧转来。行进倒来，耶稣听你感知。世间虽有委屈，伊的手来牵。世行进倒来，耶稣会听甲关怀。伊要收赐福气、愿望甲平安。你若有了解，唔通过流浪，赶紧转来主身边。你若有知影，转来主身边，主的世行紧转来，主的世行紧转来。主的世行紧转来，主的世行紧转来，主的世行紧转来。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圣灵与我们同在。今天在分享你的话语之后，我们知道你是听祷告的神，你是医治的神，你是拣选的神。主啊，现在站着的这弟兄姐妹们，他们最近的生活上有特别需要的事情，主啊，求你圣灵进入他的生活当中，
帮他们来解决困难。有身体特别需要医治的弟兄姐妹，求主您的圣灵带领他们，亲自进入他们的身体里面来医治他们的身体。主啊，我们特别需要今天要改变信仰的弟兄姐妹，求主来拣选。从今天开始，他们可以成为基督徒，回到你的身边，领受神的恩典。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于你。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我们现在邀请第一种人跟第二种人，请你们坐下。我们决定要受洗的基督徒，要决志的，请你继续站着。我们要带领来祷告，跟决志祷告哈。我来练一句，你们跟着我练一句。从今天开始，你就可以改变信仰，就可以投奔自由了哈。现在站着的人哈，楼上也有啊。现在站着的人，我练一句，跟着我练一句哈。来，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的同在。今天我确信知道，你是拯救我们的神，你是照顾我们的神，你是拣选我们的神。我们今天决定，从今天开始，要成为基督徒，求主来拣选，求主来成就。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于你。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恭喜各位现在站着的弟兄姐妹，等一下我们请我们同工跟他留下资料哈，来跟牧师办这个受洗的手续哈。好，我们今天就主日就到这个地方，祝福各位，上帝祝福各位。好，谢谢。这是咱做伙来奉献。请起立，儿童的诗。请坐。我简单的报告。下主日主理是詹水平牧师，司礼是华文开执事。咱看集体交通第5点，本会定伫12月初4主日礼拜后要举行年度事工研讨会，请现任的中级区长、小组长、团契机构的首长、事务团队的队长，甲全职同工做伙来参与。咱看第6点，
本会定伫12月11號主日要舉行歡慶主日提降節聖禮頂甲洗禮式。第7點，本會定伫12月24號拜六暗時5點半要舉行全教會聖誕聯合慶祝開聖誕歡慶愛餐，要定伫歸仁的來歸仁大飯店，請大家注意。咱看第9點，本會定伫今仔日上午10點半要舉辦流感的疫苗注射的服務，請大家注意伫1樓。咱看11點第1點，本會定伫後主日要舉行醫治祈禱的時間，請大家注意這個時間。其他請讀書報。各位兄弟哈，咱是第一場禮拜時間袂當講拖足長啦，總是咱真精彩，時間攏拄啊好吼。咱歡迎哦，所有兄弟。第2場，咱做牧師也要搁較詳細分享來見證，招咱大家吼留地留地，搁繼續聽第2講安尼吼，你會感覺講哇，足大的祝福吼。咱小等下禮拜煞吼，咱同工是兄弟，咱就來頭前來甲做牧師因夫翕張相。第2場佫無共人啦，所以恁若要來較緊來，咱準備有的兄弟愛趕緊落去樓骹吼，咱有有風社，你有登記的，會記你去做有風社摕健保卡吼。其他的消息等下我來補充就好。咱大聲吼，來感謝咱的做牧師黃師母來甲拍拍，謝謝，感謝吼。來，咱第2場吼，時間要到啊，唔免轉去啊啦吼。咱真歡迎今仔日吼，有咱東區的蔡宏全議員來參加禮拜，來歡迎伊，歡迎蔡宏全議員吼，感謝主。蔡議員有幾啊擺攏佇咱遮吼聚會啦吼，伊本身嘛是音樂家吼，即擺嘛佫有參加吼，伊幾啊屆的議員啊啦吼，攏真熟，對咱東區真熟，咱來為着伊祈禱，祝福伊吼，願主保守。過來，咱有歡迎2位的新朋友。甘麗婉姊妹、簡麗媛姐妹有伫遮無？來，請徛起來，歡迎你。歡迎哈，歡迎來參加哈，好，請坐。咱閣另外一位是馮德優姐妹伫倒位？馮德優，來佇頂懸來頂懸來歡迎你哦，歡迎馮德優姐妹哈，咱有長老來甲伊接待一下哈。其他有的是咱的慕道友啦吼，今日有第1場來參加咱這個見證會，望你若第2場會當佫留落來吼。咱佫有一個補充報告，咱看投影片第2頁，下一頁投影片。咱教會有一位姊妹吼，素文姐，可能大家第1場較無熟悉，但素文姊妹伊的第2阿姐，叫做陳怡月姐妹。伊有伫別個教會受洗啦吼，最近攏咱教會咧甲關心，佇昨昏蒙主溫調，因為牧師後禮拜有代志愛轉去平湖，所以有要提早佇即個11月22，就是拜二下晡1點，就要佇殯儀館來舉行對事禮拜。因為這是週間啦吼，所以若兄弟你甲即個家庭有熟悉，想要參加，若招的吼，大家唱一首即個慰詩，你若會當參加，你來甲辦公室登記一下，也是甲咱的司道長老吼，因小組長登記一下，咱通個招大家做伙來唱慰歌來關心即個家庭，時間若會好勢安尼吼。好，咱會記你小等下會記你落去樓骹有駐防社的，會記你去登記安尼吼。咱禮拜煞來翕張相來做紀念，多謝。咱即是來唱上英詩歌。請起立。願上主大恩愛，應點你心內。主的疼每時刻。
有你对这世到永世代。愿主耶稣的恩典、甲救赎，甲咱今仔做主日礼拜正兄弟姊妹三个做伙，对这时甲永世代无煞。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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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灭道避讳。咱中集咱的同工甲咱的会